接下嚟咧就係我嘅提問。呢一個題目咧，培育國際一流律師事務所同埋仲裁機構咧，就係20大三中全會入邊提及嘅一個國家重大政策。所以香港身為國家嘅一部分咧，亦都要研究下點樣可以做到呢樣咁嘅嘢。剛才咧，我都好同意司長佢都提到話點樣可以有個土壤咧，可以俾啲律師事務所自己考慮去點樣去令到自己成為國際一流律師事務所。我亦都頭先亦都話咧，國際一流律師事務所咧唔代表係大細嘅律師事務所咧都可以成為一個國際一流嘅律師事務所㗎。咁但係咧，你一定要有一個好嘅土壤。譬如頭先梁美芬議員咧，亦都講到你點樣搶人才咧，搶啲叻嘅人翻嚟咧，呢個都係一個方法，係咪？另時咧就係香港同其他嘅司法管轄區一樣，其實中小型嘅律師事務所咧都係佔大部分嘅，係冇分別嘅。其實係咁，但係咧，譬如係內地咁樣，雖然係佔大部分都係中小型律師事務所，但係點解佢啲律師事務所可以大到幾千人嘅咧？咁快脆成長咧？喺呢過去嗰20年咁，呢啲就係同我哋香港我睇到啊，同香港係有啲分別嘅，就係喺個背景啊、社會環境同埋法規嗰度咧係唔同。所以咧，我哋喺培養嗰方面咧，係唔係可以做到一啲地方做到一啲嘢，係俾香港嘅律所去考慮？即係唔係關於大食細，而係你自己覺得需要係壯大嘅時候先係同意。香港冇得逼你嘅做嘢係。咁所以咧，譬如我見到我過往幾十年睇到咧，係妨礙香港嘅律所合併啊，又或者壯大都好咧。第一就係因為咧一個合夥性嗰個律師事務所係無限嘅嗰個責任，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第二個呢，就係嗰個律師事務所個名嗰度，因為個名嘅問題呢，係根據法例呢，係需要係用翻律師事務所嘅合夥人嘅名字啊，或者之前嘅合夥人嘅名字啊，呢個命名。但係內地嘅律師事務所呢，係唔需要咁樣嘅，只要你唔好用嗰啲古靈精怪嘅名就得啦。咁所以呢個亦都造成呢，係內地咧比較容易合併壯大嘅。咁而香港呢，就係呢樣嘢咧係一個阻礙嚟嘅。咁所以呢啲咧都係一個係唔係可以將呢啲嘅法律法規啊可以打通佢咧？咁係唔係？當然我亦都同意現行咧香港咧嗰個結構咧就係由專業團體去自我監管同埋發展呢個專業嘅呢個發展嘅，就唔係律政司嘅責任。我絕對明白呢樣嘢嚇。咁但係係咪可以因為有國家政策喺度？大家係需要多啲溝通，然後點樣係可以打開晒呢啲拆牆鬆綁，令到律師事務所或者律師多啲選擇去合併，或者點樣去令到自己更加優秀，去提供更好嘅服務呢？咁，司長，我哋呢個問題。係咁首先完全理解主席即係挑選今日呢個題目。其實話培養國際一流律師事務所呢句説話，如果我冇理解錯，記得係喺國家整體嘅涉外法治個推進裏邊其中一個範疇。咁亦都喺國家係進一步改革開放呢個前提之下提出。咁所以呢方面當然係我哋一樣重視嘅，因為其實一國兩制之下，我哋可以服務到國家，幫助到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就係用好我哋喺一國兩制之下普通法制度已經擁有嘅一啲國際上嘅聲譽，或者已經有嘅人才同埋實力。但係點樣再做好啲呢？一定係要需要去諗。咁頭先主席你講到呢，而家嘅業界係咪有一啲仲有啲拆牆鬆綁嘅空間，令到佢哋如果要選擇嘅話，較容易做呢個選擇呢？咁呢個當然我哋係好願意去配合業界嗰個做，亦都係話再積極啲去溝通，一啲問題都冇，我哋都好願意。譬如講兩個問題，一個係關於嗰個合夥可能令到合併嗰度有困難。咁我知道呢方面其實其中一個解決嘅方法都係主席好上心嘅，就係嗰個律師法團個規則或者個條例嗰個推進。咁相信主席都同我哋律政司同埋律師會都不斷都有好密切嘅溝通，其實都有一啲實質嘅進展。咁我都有信心咧，呢個係會有一個即係會有個實質性嘅一個推進喺度。其實好多嘅一啲需要嘅配套都已經
完備咗。咁當然距離最終仍然都係有啲步驟要做。咁但係其實主席都會好明白，我哋都係一路係跟進緊呢件事。主要係命名嗰度係咪一個問題？好坦白講，我唔係好知係咪一個問題。但係如果業界覺得係一個問題嘅話，要推動修例嘅話，咁我哋一定係義不容辭去協助業界去解決呢個問題嘅。如果係一個問題嘅話，好嚇。